去日本旅行，你有冇發現啲車站全部都係百貨公司同酒店？呢種不務正業其實先係日本都市發展最犀利嘅地方。原來呢套衣食住行一條龍嘅劇本100年前已經寫好，由阪急電鐵社長小林一三提出，將起鐵路同發展郊區捆埋一齊。呢個就係今日大家成日講嘅 TOD 模式。私鐵公司好聰明，先起鐵路，再用完善賣樓嘅錢去支撐營運，形成一個循環。係咪覺得好熟？冇錯，香港 NTR 其實都係一樣。單係賣樓唔夠，最絕嘅係佢哋識得做人流。佢哋特登喺郊外起大學工廠，甚至好似甲子園呢類球場，令你平日要反方向返學放假，要坐車去睇波。點解 JR 即係以前嘅國鐵當初唔咁樣做？係因為法律唔俾。以前國鐵定位係公共事業，只准搞運輸，完全唔准掂房地產。直到60年代尾先放寬，但已經追唔上私鐵嘅版圖。所以今日你揀住邊條線，其實係揀緊嗰間鐵路公司為你打造嘅生活品味。下次去日本轉車，唔好只係掛住買嘢，留意下呢啲車站背後嘅百年心思。街道變大開咗 Patreon 啦 ，follow 我哋了解香港嘅運輸規劃啦。